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3月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4篇历代志下29章第1节到11节，16到19节。希伯来书第9章23到2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洁啦吼。咱伫圣经内底咧讲到，咱最近嘛讲啦吼，圣洁啦、自家己清气啦，还是讲圣别啦吼。这对教义来讲，拢是共款的吼。咱可能嘛是爱搁倒转来伫摩西，还是讲约书亚的记载，当因去看伫上帝时阵，是对外面进入伫上帝的家吼，还是讲约书亚拄着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将军元帅，伊嘛是要进入一个迄个无共款的关系顶悬吼，所以上帝爱因烫鞋啊。因为主讲，也是讲迄个元帅讲，你所踮的所在，你所徛的所在是圣洁的。牧师住伫美国一段时间啦吼，听真侪别人的朋友因咧讲因古早吼咧判断讲，即间厝即个家庭是即个。在地，咱讲美国白人，还是东方人，还是即个讲西班牙语的人吼，因只要看门口就知影。为什么呢？因为吼，通常啦，白人还是讲西班牙语上墨西哥、南美的遮个人吼，因的习惯就是入去厝内，无论伊的涂骹是即个地毯啦，柴仔的地板啦，还是泰鲁的啦，还是即个砖仔的啦吼，都不管是啥物材质，因着鞋就直接甲搭入去安尼啦吼。因的感觉就是讲，着涂骹若垃圾吼，美国人就要用迄个 robot 迄个吼，迄个吸尘器啦吼，也是较大台吸尘器。若像迄地毯吼，垃圾到一个程度吼，家己用袂起来，就安那叫清洁公司来洗啊，几若年洗一摆100-200箍，开的人就无代志安尼啦吼。但是呢，东方人呢，通常拢爱保持厝里迄个清气吼，爱讲洁净啦吼，所以拢会要求因兜的人客也好啦吼，因厝里的人啦。拢爱烫鞋才会当入去厝内底，吼。可能加州是美国西岸三个州拢较有即种东方的移民、亚洲的移民吼较济，所以也是讲即个因为即个卖厝的关系，所以因较有迄种概念，就是讲莫拍垃圾即个涂骹，所以有一寡。从事即种服务业的人，也是讲咧修理当修理师，也是装这 internet 的人，因若来东方人的厝里吼，迄骹网内底拢会放一箱迄个鞋仔套，伊拢会问讲我需要烫鞋仔无？主人甲讲嘿对，爱烫鞋仔，也是讲阮兜拢烫鞋仔，伊就甲鞋仔套吼套咧伊的鞋仔顶悬，伊工作伊就免烫鞋仔，麻烦嘛，有愈使伊个鞋仔工作会歹透啦吼。但是伊嘛安尼嘛较袂拍垃圾人的厝内吼，两方面拢欢喜啦吼。一方面嘛代表着尊重即个厝主吼。咱来想看卖影啦吼，就是讲即种的关系顶悬吼，伊若准讲无去尊重着即个厝主吼，安尼基本上第一个是失礼嘛吼，所以用即个概念检测会当来互咱思考圣经咧讲的圣洁、圣别的概念。
当咱进入一个毋是咱的空间，去别人的空间，照厝主的要求将鞋仔烫起来，无论你烫起来吼，迄鞋仔是偌臭啦吼，也是讲你有香港脚啦吼，也是安怎拢无要紧，但是你烫鞋仔，迄代表是一个保持清气，也是讲尊重的一个态度。表示咱对所入去即个所在，甲迄个所有人诶迄种尊敬啦吼，迄是一个态度，迄是一个态度。性格有几来个英语的字，咱会当去讲啦吼。咱前边吼咧讲到迄个义啦吼，也是讲去性别啊。今仔日是我用即个经文是对新约的经文来吼 ，purify 就是叫。互变清气啦吼，基本上就是讲基督徒，也是讲得救的人要进入伫迄个属伫上帝的空间、上帝的厝，爱表达咱的敬意，吼，并且表达咱咧讲一句话讲，我甲你共款，迄个认同，吼，迄个认同。所以基督徒若对上帝的家无认同，要安怎会当进入迄个家呢？旧约的观念来看，就是讲弃除过去的习惯、样式、文化。所以咱想看卖咧，拄则咧讲迄个例啦吼，工作人员啊去一个东方人的厝，即个甲请伊去这个修理物件是做啥物代志的？即个主人要求伊烫鞋仔，伊却讲吼，这是美国的人阮的文化、阮的习惯，但是拢无烫鞋仔吼，我则无爱插你咧吼。那安尼的时阵啦吼，伊嘛会当讲，根据劳工的规定吼，工作安全的规定，我一定要穿鞋啊，吼，穿工作鞋才会当吼。那安尼的时阵，就是讲双方的关系会无好势。拒绝烫鞋，也是讲无去穿着迄个鞋仔套，会互可能伊会当顺利完成伊要去迄个工作啦吼。但是真有可能，即个厝主了后，伊就敲电话去公司 complain， 可能伊会真无介意即间公司服务态度，连讲伊就找别间啊，吼，真有可能吼，就失去迄个机会，失去迄个工作，失去迄个收入，亲像上帝甲咱讲的啦吼，无有别个拯救，咱袂当讲无要紧。要我改变无可能，无要紧，我莫入去，我去别家啊吼，我莫去上帝家，我来别家。既然就无别个拯救，你要去倒？就亲像以色列人共款啊，乌白吹啊，乌白吹就去拜偶像，吼，就去找无影食才会性命。离上帝就愈来愈远，吼，安尼就失去迄个救恩，无法度入去上帝家，佮得罪上帝啊。吼，咱看今仔日个旧约的经文，希西家伊做犹大王的时阵，伊耶路撒冷统治29年，伊就位了后，伊就效法伊的祖先大笔的样式，做上帝认为好的代志，所以重新拍开圣殿的门。咱注意听哦，重新拍开圣殿的门，意思是讲。咧关网啊吼，咱讲文子圣殿吼，伊搁着修理圣殿，利未人入去伫圣殿来服侍上帝，这拢是重新开始哦吼。所以当然，即个中间就出现着讲对利未人的要求，就是爱互因圣别，爱清气家己，因为圣殿搁一摆称做上帝的器具，因为因伫前任的。王亚哈斯的时阵已经离开上帝，去拜巴力的像，去烧香，毋但安尼尔，搁献儿女互巴力，等等遮个代志。所以当因搁一摆倒转来上帝的面头前的时阵，爱做啥物代志？圣别，爱去除所有的，得用烫鞋仔来做例啦吼。鞋仔烫起来就是剃掉迄个。伫外口一切的物件，原来得罪上帝的性命啊、习惯啊，安尼才会当进入上帝的殿、上帝的家。
以弗所书第9章23节的经文，我感觉迄个譬如，互咱真会通了解啦。伊用迄个器具、器皿来譬如啦吼。如果咱用做一般的器皿，迄个用途，咱无需要逐工拢洗甲足清气。你若用做去种花、脚仔，你敢有需要逐工去撸甲足清气？无可能嘛吼。啊，你若去装迄个物件咧饲动物、饲鸡啊，你敢有可能去逐工撸甲足清气的，搁放咧洗碗机的，放咧甲咱咧食碗放做伙，无可能嘛吼。所以，迄都有差别的。你要做倒一种的器具，倒一种的器皿，你着爱安怎会去准备啦？咱若准备互上帝用，要互贵宾用的，当然咱着无共款啦。要人食的，吼，迄赞助是无共款的。哦，更较好的贵宾呢，哦，可能用迄个介名牌的，吼，啊足细腻啊洗，啊搁用打布啊、软布啊拭落清气。何况咱是特别要留互上帝所使用的。咱到底是倒一种的器皿，也是讲咱到底要诚做倒一种的器皿，咱要安怎来圣洁咱家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3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历代志下卷29章第1到第11节，16到19节。希伯来书第9章23到2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主题是圣洁。我英文是用 purify 啊，就用希伯来文的这个经文里面的圣洁、自洁或是圣别。我们最近都在谈这个观念了哈。从教义上的概念，基本上其实讲的都相同的。那我们再一次从摩西跟约书亚的身上那些记载来看，当他们从外面，像摩西从不认识上帝要进入上帝的家，或是约书亚第一次看到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们要接近的时候，上帝跟元帅就告诉他们说：脱下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们要来思想这个之前我们牧师讲在美国生活的经验哈。白人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要看一个房子家庭是哪一种人住的，比如说是东方人啊，或是美国人啊，他们会看门口是否摆着鞋子。那怎么说呢？白人或是南美来的讲西班牙语的这些族群，基本上他们无论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地板材质是地毯也好啦，是木头也好啦，或是瓷砖啊、砖块啊等等的石头啊，不管，他们就是把鞋子就直接穿进去，脏了反正就有那个圆形的那个机器人一天到晚都在扫啊，或是用吸尘器啊。那像地毯的话，就是脏到不能再脏的时候，就请那个清洁公司来花个100-200块，那就没事了，可以再用个几年的时间通常来讲，东方人喜欢家里维持干净，我们说洁净因此都会要求他们在所谓的家人、客人脱鞋子，一般就摆在外面了加州跟其他的2个州是西岸的比较多亚洲移民的3个州，也或许这个因素，也或许是因为在房子买卖展售的时候，这个 agent 都会要求人家穿上鞋套保持这个屋子的干净，他们不用再常常请人家来清理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服务业的、修理东西的，或是装 Internet 那一些服务的工作人员，到了东方人的家里面呢，就会问说：
我需不需要脱鞋子啊？如果当主人跟他讲说，我们家都脱鞋子哦，他马上会在他的那个工作包里面拿出鞋套来，套上那个鞋子，因为他们要穿的鞋子比较好做事或是安全的问题。可是他装了鞋套之后呢，两方面都高兴一个可以维持干净，一个是不用脱鞋子用这样子来解释所谓的圣洁进入圣殿的那个概念，我觉得蛮容易了解的了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服务的人，服侍上帝的人，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家，我们要问说，上帝，你要我脱鞋子吗？上帝说，对，你要圣别所以我们这样的概念，我们进到别人的空间的时候，按照雇主的要求，我们脱下鞋子，是做一个保持洁净的一个动作。其实那个动作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说我们表达了对所进入的这个地方，对那个地方的所有人的一个什么尊敬。圣洁英文的有好多不同的角度在讲像 holiness sanctify 今天牧师是用希伯来文的经文翻译，他说 purify purify 就是把它变成洁净的，原本不是或是把它变成有点像说把水变成纯净的那种感觉那个意思那基本上这个基督徒或是得救的人要进入上帝的处所，我们所要表达的基本的敬意而且表达什么？我们跟你一样那种认同。基督徒若对上帝的家没有认同，怎么会可以进去呢？从旧约的观点来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在去除一个旧的习惯。过去的习惯，过去的样式，过去的文化，我们想一想如果说像刚刚所举的例子来讲，一个工作人员他去到一个屋子，准备要做一些事情，那雇主跟他讲说，鞋子摆在门口，因为我们家都脱鞋子在屋内，那他这个工作人员呢，就理直气壮告诉他说，这是美国我们习惯就是穿鞋子而且照这个劳工的规定我们要穿上工作鞋这个是维护安全，工作安全。然后他就拒绝脱鞋子或是穿上鞋套的话，即便他当时候可以完成他来的目的，把他的工作完成了，难道这个雇主他不会不高兴，打电话去公司抱怨，或是他根本连抱怨都不要，他就不喜欢这个公司的态度，他下次就不叫你了，找别家的正如上帝告诉我们的，别无拯救了我们不能说要我改变，我不可能就不穿鞋子，不脱鞋子我就要穿进去没关系我就不进去，我还有别的客人呢那你有多少客人可以把你辞掉呢？以色列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说我不一定要找上帝虽然他们是选民，所以他们去找偶像，可是别无拯救不是吗？这句话记得别无拯救。要去哪里？要去流浪，去找巴力，去敬拜偶像，所以离上帝越来越远，他们就失去了救恩，因为别无拯救嘛，他们得罪了上帝。在旧约，今年旧约我们看到希西家他开始当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当王29年的时间。他开始即位的时候，就学习他的祖先大卫这样的榜样，然后做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他重新打开了圣殿的门。为什么重新打开圣殿的门？因为已经关起来，关蚊子很长的时间。他重修圣殿，并且让利未人能够重新进入圣殿来服侍上帝。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从
对利未人的基本要求洁净，然后才进入圣殿，这种圣别的需求要求。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在这个前任的王亚哈斯的时期离开了上帝，敬拜了偶像，得罪了上帝啊，所以他们需要重新进入，要丢弃过去的那一些行为文化，因为他们向巴力敬拜，他们烧香，不但如此，还献儿女给巴力。所以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就被要求要圣别，要脱掉鞋子，就是得罪了生活、生命、习惯、做法，这样才能重新再进入上帝的殿。希伯来书9章23节，我觉得是另一个角度蛮容易去了解的。他以器皿为例了哈，就是说，当我们用一个器皿的时候，它的功能会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它，甚至有些东西我们根本不会去洗它，对不对？像说如果一个器具是用来种花，我们最多水冲一冲而已，我们不会把它刷干净吧？如果我们有一个器具是用来喂狗、喂猫、喂宠物、喂鸡，我们会天天把它刷干净，然后放在碗篮里面，不会吧？如果是要吃的、食用的器具，那我们当然会另外的收藏，洗得干净一点。可贵宾用的当然又不一样了，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清洗它，甚至会用非常好的布、很软的布去把它擦拭干净，把它收好，等下次再用。我们成为天上的器皿，就是进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这样，要如此特别的清洁，特别的呵护。我们要圣别自己，因为是要给上帝使用的，上帝是我们的贵宾。最后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器皿呢？或者是说，我们到底想要成为哪一种器皿呢？种花给狗吃用的，或是给上帝所使用的，我们成为上帝的工具，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圣洁我们自己的生活，把这样的一个旧的生命给丢弃掉，脱掉你的鞋子，